后来继续来看台湾的病人自主权利法，今年初正式来就路。这是全亚洲第一部宪章法案，上主要是咱家己会当来决定，我用人工的方式来延长生命。到今年6月为止，已经有4000多人签下这个意愿书，要有尊严来告别人生的舞台。 这个就是我们最痛苦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我又不能动，理由让我这么清楚。如果医生告诉我说：“哎呀，我生命剩下半年了”，那我这时候当然不要再住在医院里了。生命最后一里路，你希望以安怎的姿态道别？ 依靠机器能够站立的话，我认为感觉也很好。靠着机器真无简单，才会当起身。产后急起辅助的是今年60岁黄尚平，被确诊是运动神经元疾病，也就是一般称呼的渐冻症。我抓下痒，然后要请别人来代劳一下。我现在这呼吸器几乎是24小时要带着。 身躯慢慢硬食，若是骹手袂振动，最后佫影响到肺部，无度家己喘气。长期以来，伊就亲像灵魂受困伫躯体内面，嘛用真侪时间去思考人生到底要安怎告别甲下幕。当你跟我急救的时候，我所有的痛苦，我都会承受到。你在急救我又急救不回来，那我何必要去最后去承受这个痛苦呢？ 家己的人生是不是当家己决定呢？总是希望说，在我最后这段期间，对不对啊？不要让我的家人感到太悲伤啊！为了保障亲像黄尚平这款重症的病患，2015年12月，立法院休会正式起，通过病人自主管理法。法条明定，只要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，都会使移入医疗决定。 一旦未来面临5种病况，包括正做末期病人，不可逆转重度昏迷、永久植物人的状态，及重度失智、甲病况痛苦难以忍受，而且无适当的医疗方式，医疗机构或者医师得按照病人移入决定，免用心肺复苏、无亲戚治疗、无机械卫生，嘛无透过片尾讲的人工假释。每一个人都要认真的去为自己负起责任。 不小心就发生了车祸，然后急救，那救了起来之后，哇，我就进入不可逆转昏迷了，或者我就变成永久植物人了，那该怎么办？本身嘛是罕见疾病患者的经理委杨玉欣是法案主要的提案人，甲伊做为面对生命无常的洪塞，嘛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善终。你再勉强急救，其实也救不回什么来，而且很可能会使得那个生活的品质、生命的尊严。 反而会一次的病危的急救就大幅的降低一次。刚刚帮我椅子移开一点。我都行路只会当靠轮椅，饮水、穿衫拢得靠红婿帮忙。被疾病渐渐困掉的身躯，嘛一再提醒伊，互家己活较精彩。19岁的时候听到这样的命运宣判，但会蛮震撼的。不过我也蛮特别的，就是我蛮理性的，所以我很快就认真的思考。 如果我的人生以后要瘫痪的话，那么我要怎么活瘫痪之前的人生？天下无不散的宴席，生老病死是生命常态。咱无法度选择安怎来到这个世界，但无定会使提早规划生命末期的路程。